Hello， 大家好，我係 Miri， 我嘅工作係 Certified Nutrition and Wellness Coach。係啊，我做嘅嘢係關於健康，幫助大家由亞健康變得更加健康長壽。咁咧就有好多朋友都問我嘅，我對於維持健康由內至外，維持皮膚嘅彈性啊，維持 anti-aging， 即係防止衰老咧，有啲咩 tips 嘅？有睇開我啲片嘅朋友咧都知道，最近呢半年內咧，我都入手咗幾個紅外線同埋紅燈治療儀啦，幾樣嘢咧我都係入手咗嘅，包括係面罩啦、生髮帽啦、頸嘅部分啦，因為好驚即係嗰啲頸紋啦，以及咧後邊呢一張 PEMF 嘅遠紅外線嘅箭嘅。大家都知道咧，喺6月喺亞洲好多地方咧都會有好大力嘅一個 promotion， 因為咧我就自己用得好咧，想係藉住今次呢一個 promotion 咧，就話俾大家聽有啲咩優惠嘅。如果你對呢個產品係有興趣，當然係一個好嘅時機去入手啦。咁如果你係即係啱啱先開始認識嘅，唔緊要，我希望今日咧呢條片可以幫你認識下 Red Light Therapy 咧究竟係有咩好處啦，或者你都可以睇翻我之前嗰條片好詳細咁樣講咧呢一個紅光對我哋細胞同埋線粒體嘅一啲幫助係點樣嘅。呢一個年終大促銷嘅時間咧，好多人都會諗住趁機會去買一啲係平時覺得價錢比較高嘅，係一種 investment 嚟㗎啦。都想趁住呢個機會俾大家知道咧 Current Body 呢個牌子咧就係特別係 offer 咗俾我嘅觀眾咧一個好大嘅 special 嘅。喺6月13至6月19號咧，喺香港嘅朋友可以用呢一個 code LHMIRI 就可以獲得8折優惠喎。咁喺新加坡咧就係85折優惠嘅，其他嘅國家地區咧，如果你用 LHMIRI 呢個 code 咧，仍然都可以得到9折優惠嘅。咁你會發現呢個優惠真係非常之好，喺第二啲地方咧都未必揾得到嘅。喺6月19號之後咧，嗰個優惠就會回復翻9折㗎啦。Current Body Skin 嘅系列咧，真係有好多產品，大家可能有唔同嘅需要都可以去睇下。喺家用美容儀方面咧，紅光治療啦 Red Light Therapy 已經係研究咗好多㗎啦，同埋係用咗好多年㗎啦。喺2006年嘅一個專業嘅研究裏邊咧，發現連續使用紅光儀12個禮拜咧，係有效提升骨膠原蛋白咧係30%嘅，可以 keep 住皮膚嘅彈性，令到骨膠原咧係維持住，令到皮膚咧係更健康同埋更緊緻嘅。咁我知道坊間咧亦都有好多類似，未必有一啲咁高規格認證嘅一啲產品嘅。如果大家想知道一個非常之 No.1 喺國際上備受認可嘅有科學根據同埋高安全性同埋高效果嘅產品咧，就可以留意。Meet the Current Body Skin LED Light Therapy Mask Series 2. A whole new level of LED technology for a whole new level of results. The Series 2 mask doesn't just promise, it performs. Current Body 就係一個英國嘅大牌子嚟嘅，有好多嘅臨床研究啦，喺生產同埋個科技裏邊咧，亦都係比較領先嘅。國際上嘅口碑咧都係非常之好。Current Body 主要有2個 line 㗎，2個 line 我都有用到嘅。第一咧就係呢一個 Current Body Skin 嘅 Current Body Skin 咧，其實就係當然啦 ，skin 啊嘛，就係皮膚方面嘅保養啦。佢就係利用呢一個紅光去保養皮膚嘅骨膠原啦，咁樣。另外咧 ，Current Body Skin 咧，亦都有呢個就係非常之出名勁嘅產品咧，就係生髮帽啦。咁我亦都介紹過㗎啦，之前頸部同埋胸前嘅一個紅光儀啦，樣樣咧都係每日使用大概10分鐘就可以幫助皮膚提升骨膠原。呢啲產品有咩特色咧？就係佢都係有醫學級別紅光技術 ，wavelength 咧，佢個波長咧係大概630度嘅。咁呢一個波長咧係對於提升骨膠原啦，去到個細胞裏邊咧係幫助骨膠原更新咧係好有用嘅。市面上咧亦都有好多係佢個波長咧可能係勁啲嘅，射得勁啲。咁但係咧我就唔係好建議嘅，因為始終咧呢一個產品係你要貼面用咁好近㗎，即係你見到係
淨係黐住塊面咁樣用嘅。咁如果你用啲非常之強嘅一啲波長咧，咁即係你唔知道嗰個 energy 係會唔會傷到你嘅皮膚啦。咁對於一啲比較敏感嘅皮膚薄啲嘅，就要比較小心啲啦。就要買一啲可能佢波長同埋 energy 嗰個濃度咧唔係咁高，但係啱啱好適合皮膚去正常持續咁樣使用嘅。都想提醒下咧，即係如果有啲朋友仔係即係想突然間有提升啊，即刻就去皺紋咧，咁紅光儀咧未必係咁適合。因為咧呢啲情況可能真係要去打針啊、filler 啊呢啲嘢嘅 filler 都唔係唔好嘅，不過咧就係唔係每個人可以受得到咯。咁如果你係覺得想有啲嘢可以喺屋企自己做，咁我就覺得你可以考慮即係就咁帶住，然之後就可以做你日常嘅工作啊、碌手機啊咁樣，即係我就覺得好方便啦。每日10分鐘就可以好安全同埋有效咁樣去改善皮膚嘅情況啦。咁 so far 我覺得我嘅效果係 OK 嘅。我作為一個中年婦女啦，年紀都唔細，咁面對住好多身體嘅改變嘅，我都有我嘅生活上面嘅壓力，譬如教小朋友咧，我平時嘅壓力管理咧都係有呢個需要嘅。咁另外咧就係我接近更年期啦，咁所以咧即係有時係會譬如腰酸骨痛啊，有啲炎症啊，或者係瞓得唔好嘅。中意研究養生同埋科技嘅朋友咧，可能以前已經知道咗有呢樣嘢叫做 PEMF 治療嘅技術嚟嘅。其實咧呢一個技術已經有好多研究支持㗎啦，係一種非入侵、唔痛而且經過試驗嘅一個療法嚟嘅。佢對改善血液循環啦、減少發炎、加快身體恢復咧都好有幫助。而家俾大家睇嘅咧係一篇來自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收錄、經過 peer review 嘅研究文章嚟嘅，唔係廣告，亦都唔係自己品牌自己講嘅，係有科學根據嘅研究，證明 PEMF 療法咧真係有益健康嘅。PEMF 嘅好處包括咧減少慢性炎症，可以抑制免疫系統裏邊導致慢性發炎嘅信號，有助於控制身體嘅持續炎症，亦都可以加快受傷組織嘅愈合，亦都可以幫助疼痛緩解嘅。被廣泛應用於關節痛咧、肌肉酸痛同埋手術後嘅康復，冇侵入，亦都係安全性高，適合長期使用嘅。安全度好高，所以咧亦都被獸醫係用喺動物身上。Current Body Wellness 咧係 Current Body 公司嘅另外一個主線產品，呢個係我最近最中意嘅躺平神器。講一講佢呢個科技先。首先咧，佢嘅 PEMF 咧係低頻脈衝磁療嘅技術。另外咧，加上紅外線熱療，溫度可以高達75度攝氏，啱晒我呢啲容易手腳冰冷、血氣運行唔夠嘅人啦。如果係冬天啊，我相信一定係非常之舒服，可以幫助咧身體真正咁樣 relax 同埋放鬆。透過低頻脈衝同埋天然嘅水晶，包括係紫水晶同埋黑曜石咧，係模擬地球嘅天然磁場，而佢嘅紅外線熱療法都係深層咁樣滲透肌膚，放鬆肌肉，促進血液循環，幫助我夜晚睡眠質量更加提升，等我可以處理翻每日嘅壓力同埋累積嘅情緒。平時咧就喺上面除咗躺平休息啦，準備瞓覺之外咧，我都喺上面可以做啲瑜伽啊、拉伸啊，每日可能喺上面咧就係做大概20-30分鐘嘅休息同埋伸展嘅。咁我當呢個就係一個我自我調節、自我護理嘅一個時間啦。喺6月1號至19號，如果係對呢一個 PEMF 戰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唔好錯過啦。你係來自香港同埋新加坡嘅話咧，如果你喺網站上面用我呢一個 code MIRIW 咧，就可以獲得9折優惠嘅。呢啲都係限時嘅優惠，所以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啦。有朋友考慮緊咧，就可以去了解下呢一個 discount 嘅。咁如果想知道關於紅光理療、紅光儀對於健康、對於細胞同埋提升皮膚、保持皮膚健康咧，有咩好處？可以去翻我之前嗰條片啦，有廣東話版啦，亦都有英文版嘅。咁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佢嘅好處同埋一啲詳細嘅科技方面嘅資料嘅。而家帶俾大家睇啊，就咁笠住，同埋佢可以包住下巴呢個位。咁咧，另外咧呢個勁啊呢個。戴埋喺個頭度啦，係啦，呢個頸㗎啦，咁我綁住嘅。咁平時咁啊，俾大家睇下呢個紅光成塊咁樣綁住啦。咁係啦，呢個頭㗎啦。咁佢係有 Bluetooth 可以聽歌嘅，可以睇戲嘅咁樣。咁順便講下，如果平時想保養呢部機點樣保養啦？其實好簡單，因為淨係需要充電啦，同埋呢度如果有少少面油啊，咁樣你揾濕布抹翻乾淨就得㗎啦，都唔使特別用咩清潔劑。咁亦都係佢成塊嘢係好軟腍腍嘅。咁如果譬如你去旅行啊、出差啊咁樣咧，放喺你個篋度都好方便㗎。
上次我嘅分享之後咧，都有唔少嘅朋友話對於紅光治療儀多咗一啲認識啦，亦都對呢一個科技咧係好有興趣。咁今次嘅6月嘅大促銷咧，都可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啦。咁大家記得，如果有問題都可以隨時喺留言嗰度問我，或者去我嘅網站 wellnessbymiri.com 咧可以揾到我嘅。